新竹市文化局少年团2个月，即马当地举办斗阵来听囡仔歌活动。团队除了到幼稚园、图书馆、病院这所在用台语讲故事，嘛鼓励大家伫生活中爱加讲母语。咖啡色的云，咖啡色的云，你咧看啥物？我看到了。我看到一只红色的鸟仔咧甲我看。各种无共款色水的台语安怎讲？利用故事讲互囡仔听。蓝色的马，蓝色的马，耶着马。佮透过游戏来加深囡仔的印象，用趣味自然的方式学台语，对囡仔来讲效果真好。他们到南寮渔港去，看到那些鱼啊、渔获，他们就会用闽语去了解，就说：“这是鱼呀、虾呀、蛤蟆。”那我们就觉得从日常生活中去学习是最好的。透过听故事、耍游戏、做手工，互因知影讲这色水安怎讲。比如讲，阮这本册啊，就有即个色水的。比如讲，阮讲黄色的鸭的时阵，囡仔就爱走出来遮，甲这黄色的鸭捡起来。新竹市文化局少年团2个月举办斗阵来听囡仔歌活动，团队除了去到幼稚园教囡仔讲台语以外，更去图书馆、病院等等用台语讲故事。因为即马这侪囡仔都不会讲台语啊，不过他们爸爸妈妈可能是会讲台语的家庭，但是我们用这种游戏就是故事的方式跟小朋友这样子互动他们也喜欢讲。喜欢讲回去之后会答应妈妈讲。老师透过台语歌谣以及游戏，互囡仔在哪听故事、哪算过程中学到生活化的台语，也希望囡仔回去厝内会当甲时代讲母语，互母语成做生活的一部分。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